收看《Go Go 共好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如果要到桃园机场啊去搭飞机比航迪的话呢，通常得要拉着行李大包小包的去搭公车。不过呢，未来更方便了，因为市区有预办登机了。什么是预办登机呢？就是你本来行李呢放好之后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搭恰运，恰运就是捷运了。不过什么是预办登机呢？带您深入了解喽。以后搭比航迪呢会越来越方便。你现在呢，只要到桃园捷运的 A1 站，就可以把行李呢先托运，办好预办登机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去做洽运了。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只要把行李放在自助行李托运系统上，扫描登机证，行李就可以帮你送上比航迪。不过要记得哦，得要等到行李通过 X 光机确认没有违规物品之后，才可以离开车站。很便利啊，因为从家门口搭捷运直接到这边，然后路上的指标都很清晰。坐捷运唔驚塞車，按用坐捷運到機場輕鬆又自在，而直達車只要35分鐘就可以到達機場。不過呢，使用台北車站 A1 站托運行李也要小心相關限制，長寬高總和不可以超過158公分，最長邊要小於70公分，這樣自助行李托運系統才會受理。你看是不是一偏离呢？如果说先办好了预办登机的话，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坐洽运到机场去搭比航迪了。目前只有华航、华信、长荣、立荣4家航空公司受理预办登机。另外很重要的是要提醒大家，比航迪起飞前3个半小时就要完成预办登机的手续了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行李才能够及时的送上比航迪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认识了2个大众交通运输系统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词哦。第一个看到的词就是捷运，恰运，恰运。第二个呢就是飞机，比航迪，比航迪。第三个，我们一起来学到就是坐捷运不怕塞车，坐捷运唔驚塞車，坐捷運唔驚塞車。多多搭大众交通运输系统，这样子让生活更加便利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